誒，其實咧苦難咧真係好難同人哋分享嘅，有陣時，因為人哋係感受唔到、體會唔到你嘅處境同埋你嗰個經歷。但係咧，我覺得咧，我好慶幸、好開心咧，就係我認識咗呢一位耶穌，我信靠咗佢之後咧，任何苦難發生喺我身上，我都靠住佢平安喜樂咁度過。我曾經因為我媽媽喺2003年嚴重中風，2日由正常人變成一個完全失去活動功能，冇咗好多生活嘅功能，唔喐得，唔食得，唔講得。我因為傷心嗰度，我患咗嚴重抑鬱症，係2003年到而家，我靠着耶穌，我勝過晒一切。我曾經喺2010年皮膚癌，我皮膚癌係生喺面，係生喺最明顯嘅部分係鼻嗰度。我曾經做手術，醫生話我要做手術，係最嚴重嘅皮膚癌。我驚唔驚啊？好驚！醫生話要做手術，要將鼻嗰啲肉、嗰啲皮膚癌割出嚟。我割咗一次，係一粒黃豆，但係醫生話唔好彩啊！你割得唔清，你要再割。我驚唔驚啊？我祈禱，我話耶穌，我話如果你俾翻個完整嘅俾我幫你講見證，講到生命最後嘅一日。哇！耶穌唔單止聽禱告啊，佢唔單止俾翻個完整嘅俾我，係半年之後我個鼻靚過以前，靚過我本身我幾十年嗰個鼻型仲靚咗。咁係我好開心，好滿意。當然我都會實踐我樂園為佢講見證。我2012年乳癌，我都係靠祈禱，好快脆就冇事。我兩樣癌症係唔使我用嘅醫藥費唔超過1000蚊，喺唔需要化療，唔需要食藥，已經完全康復10幾年、16年康復。我好感恩，我仲有一個好嚴重，喺我苦難係特別多。我10年去到而家，我喺屋企裏邊，我遭受好多困擾，好多問題，令到我唔可以專心去傳福音，去作見證，唔可以專心去搶救靈魂。我10年去到2020年，我俾嗰啲毒氣困擾我喺屋企，我睇急症超過100次，係因為嗰啲毒氣喺我屋企困擾我，令到我夜晚成日瞓唔到。我而家都仲未完全好返，但係呢10幾年我冇白過。我由10年我去老人院傳福音、唱福音粵曲，拯救好多長者靈魂，去咗7、8年。我由19年跟柳牧師去街步，係啦，去街步搶救靈魂，去傳福音，係啦，我好開心，我冇因為呢啲嗰啲毒氣嘅困擾我，令到我即係停咗落嚟。我仍然無論得時不得時，我都仍然繼續，任何地方，地鐵、火車、巴士，任何地方我都繼續傳。係啊，我感謝主，我靠着呢個耶穌，我凡事得勝有餘。感謝主，感謝主，我哋要靠住我哋嘅神啦，靠住耶穌基督得勝啦，唔係等住我。